器还有高钾器跟打成器所吸收，作为戏曲的场景音乐。闽南十音的起源很不容易真正找到文字的证据，但是从曲牌跟乐器上的考察，我们可以发现它跟北管系统比较接近，和南曲呢就相差得很远了。所以闽南十音很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乐种。接着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闽南的即兴吹打乐《锦绣前程》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就是闽南式的吹打即兴乐曲《锦绣前程》。我想，像这种乐曲的声音，在台湾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。您可以感觉到，在很多庙会的时候，或者是有菩萨要出巡的时候，在前面的这个乐队所演奏的就是这一类的曲子。当然，这也就类似北管的声音了。北管的大锣鼓是有名的热闹，在各类节庆排场里都少不了它。尤其是家中有喜事，但是娶媳妇啦、生孩子啦，或者是大人做寿啦，都得增添点吉祥的气氛。而闹听这一类的吹打呢，就在堂中响起了。
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请朋友们听了许多民间式的即兴音乐。那在这之后呢，我们来换换口味，听一首由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《福寿全》。我们也可以对这首音乐来比较一下，究竟是国乐团准确的音准、丰富的配器所演奏出来的乐曲比较感人呢，还是土生土长、自然萌芽的乡土音乐比较能够感动人？